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于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一起冻结，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通车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议员黄兆辉市政总执孙伊咧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责行，询问市府各局处伫个 AI 应用是毋是充足，其中伫个1999市民的服务平台，甚至连智能的客服 AI 化拢无。议员认为应该加强各局处之间的资料库的整合，甲着应用，甚至提出智慧高雄结合科技公司，甲着生成式主权 AI 的推动架构。运用 AI 来改造城市，可以让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可以进到台南来，协助台南的市政的处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雄做这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在产业的发展，其实我们已经招商了很多大厂，譬如说 AMD， 然后譬如说日商的人员，譬如说我们的这个伟创。还有我们的联咏，有些是 IC design 的那个高尖端的，然后还有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半导体产业链以外，还有我们智慧城市里面的云端的部分 ，data center 也会进来。北台湾、南台湾，一起共进，那各自有各自的分工，那各自要去发展各自认为重要的，那都好分进合集了。对啊，以台湾为一个整个基地来讲是不错了哈，但是我们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是很多了，好不好？市长表示，伫个智慧治理的方面。其实早伫个疫情期间，台南推出健康共照云，甲着台南打疫苗，拢有真好的成绩。而且台南嘛有半导体产业链，智慧城市嘛有配合，希望未来科技的应用
会用成为市政管理、甲对民众服务的一大助力。台南新闻林英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争取多年的第一条捷运南线总算核定，市府目前嘛正超前部署，包括后续的通报工程、甲对专案管理，嘛将陆续来办理发包。议员朱正轩希望市长会用在任内来动工。总统那天去看那个信营看那个风灾的时候，是他有提到说希望动工，总统都这样讲了，市长一定是全力以赴，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捷运南线市府拼115年底实际来动工，不过伫个前期的公车、甲伫候车亭以及人行道、泊车道的规划，议员朱正轩嘛希望伫个时间期间莫去占用压缩。对此，交通局长嘛回应，因为施工是采取分段施工，对着车道的配置，到时会有完整的交通维护计划。我觉得捷运施工期间你把车道外推了，那闭车弯就变成机慢车道了。所有的那个公车啊，还有临停的车辆，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压在机车道上。是，所以如果我们用车种分流的话，机车它被压在最外面，它一定常常会面临这一些问题啊。是，谢谢议座，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你干脆在捷运施工的期间，你也说了就是那段期间而已嘛，而且是分段施工嘛。是。你那段期间，你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再有机慢车道了？你该有的那些原本的路肩的一些标配，你应该要留着。你不是让机慢车道直接跟所有的停车的需求全部冲撞在一起。好，全长8.3公里的捷运南线，经过永康、东区到林德，总经费327亿外，工期大约是6档。沿途将设有10个站，议员希望配合捷运南线的升级工程，会用重新找回永康、中华路的人行道。台南新闻林英跟杨顺怀采访报道。议员林依婷的市政总质询首先肯定市府今年来争取的交通建设，对捷运南线行政院的核定，到国道8号立体化日前来动工。议员认为有开始就是好的开始。另外嘛，为着咱市一一解决的网仔管，对着市府来表示肯定。不过对着体育局，伫个规划大型的运动场馆的时，议员嘛提出机会成本，甲着体育局来探讨，希望一个场馆的规划应该考虑多目标来使用，开放民间使用，来创造营收，才能符合未来要来永续经营，对不对？然后它才能维持下去。对，没错，局长。但除了球类场馆以外，民间需要什么？像游泳教室啊、瑜伽、重训器材，甚至你的游泳池还有烤箱跟三温暖，这才符合民间的使用嘛。另外，伫个安平社前练习场的兴建中，虽然土地是符合多目标公共使用的公园用地，不过兴建中竟然无规划人行道，议员嘛烦恼，未来公园的开发恐惊会受影响。台南新闻林英跟杨顺怀采访报道。因应非洲低温首例发生，台南市全力防堵疫情，启动跨局处应变措施，严格禁止除于流向市场场。现在已经全面改送到高速发掘场定指定据点集中处理。市长黄伟哲28日上午，伫环保局长许仁哲陪同下，来到城西除于高速发掘场视察运作情形。台南市从108年、109年就分别建制了2座处于高速发酵厂。所谓高速发酵，就是说在10天内就能够把厨余变成有用的肥料，然后呢发酵完成。那当然它的这个影响的味道就比较轻，避免那个露天曝晒。那我们这个两座厨余发酵厂，大概每天可以处理大概将近40吨的这个厨余，那现在看到的其中一座，那如果大家可以看，那么就是处理好的厨余的成品，就是我们的肥料，那提供民众来这个购买。那因为这个肥料也不是随随便的肥料，是经过农业部认证的，是有机肥料，所以说从上游下游一直到这个成品，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我们这个厨余发酵厂，那现在这几年来运作良好。当初在2019年，这个苏贞昌院长那个时候曾经来看过，他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刚好发生非洲猪瘟，在中国大陆的地方发生非洲猪瘟，所以说这个厨余发酵厂就适时发挥
作用。那现在呢，这两个座厂还是持续在运作，正常运转。那这次很不幸发生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那我想事实上我们也将来长久的方向还是要走向这个厨余不喂猪的方向。那接下来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厨余经过发酵厂来这个成为有用的资源。高速发酵厂透过自动化程序进行翻烫、萃解、固液体分离、高温发酵、除臭甲堆肥制成。大约只需要10天，就会当产出符合堆肥标准的有机培养土，达到资源循环再利用。环保局长徐元哲指出，针对疫情后对于清运有问题机关学校，将会提供协助。目前已经申请45处机关学校纳入清运服务范围。民众若是对厨余气化管道有疑问，会当下询环保局专线0905-016-396。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来自北门各校学生用上个整齐节奏演出，只会为台南大运动百会募集运动的圣诞礼物加开序幕。对这群也在城中发育的囡仔来讲，换鞋的需求大，对偏乡或者是经济困难家庭，嘛是一笔有负担的开销。所以每一档透过善心人士的响应，公益行动已经迈入第17档，嘛互校长相当感佩。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哦。这个不仅是有形的，还会让我们的孩子未来在学习的过程中走得远、飞得高、哦跳得高，让这些活动呢，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呢，可以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那相信未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能力去奉献大家，一样把这爱呢做爱的循环。百会表示，今年目标要伫11月23之前，为台南市北门、七股、将军以及花莲秀林乡等20间学校募集300箱全新的运动鞋，能够介绍1箱990块，持续分享爱心。今年还没有做公益的朋友，可以到我们5楼的客服中心来做一个认购哦。那每一位认购的爱心的呢，我们都会有小朋友亲笔手写的卡片来寄给大家。第17届跑吧！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早上7点半就开业忙碌的鸭肉饭，一进门就闻到浓浓香气。曾是职业军人的老板夫妻，退伍后便在左营高铁站附近开了间小店，将儿时最爱的好味道呈现给客人。烟熏鸭肉饭食材都蛮真材实料的，他们的东西比较纯正。味道也比较符合我们，就是原味带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功夫料理。这个鸭肉饭这个口味这个技术，应该说从小到大，我爸妈就是靠这个把我带大的，也是靠这个养我们全家的。那我也从小吃鸭肉饭这种传统美食，就是一直吃到我成年啊，然后到就选择去当职军。饱满的米饭上淋下金黄色泽的鸭油，就是餐点美味的独门秘方。烟熏鸭肉饭料多实在，口感软嫩，再搭配一份鸭肉切盘，成为了许多饕客一吃成主顾的经典美味。我们主要就是主打烟熏鸭肉，当天现宰的温体鸭，就是我不放隔夜的冷冻，就是当天晚上凌晨那个厂商送过来到店里，那我们早上大概5点多来店里，刚好它还在一个非常新鲜的阶段，那我们就是去做咸水的煮，然后再多一个工序去做烟熏，就是尽量让来吃的客人他是可以吃出鸭肉本身的那个味道，你不用再多去靠什么酱油膏啦、番茄酱，你单纯就这样吃鸭肉，你就觉得，我觉得鸭肉饭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吃它的原味。我们的油葱是自己手工去做，跟手工去炼油，然后再去手工去炸的，所以它不是去拿成品的。
或许鸭肉大家吃起来口味只要是新鲜，其实每一家的鸭肉吃起来都是嫩的，都是有汁的，好吃的。但我们家就是多一个油葱的香味。一天经营12个小时的古早味，对老板而言，即便再苦再累，只要看到客人们对餐点满意的神情，便又能获得满满力量。记者张世明、李品荣高雄报道。神会站在我这边，只要相信着 We are hand in hand together， 肩并肩必胜胜利。11月就来桃园看棒球，桃园市府在15号举办记者会，宣布将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举办2025桃园亚洲职棒交流赛，一共邀请到日本东北乐天金鷲、韩国 KT 巫师以及台湾乐天桃园3支职棒劲旅，在乐天桃园棒球场热力开打。3队啦啦队也将同台应援，堪称是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前哨战。桃园市长张善政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到桃园进场看球。桃园是一个非常热爱体育的城市，所以在今年的11月7、8、9 3天，我们市政府体育局特别举办了一个台日韩的棒球职棒的交流赛。除了我们自己桃园乐天队以外，还有日本东北的乐天金鷲，这是我前一阵子到日本去拜会的时候，特别邀请他们到台湾来。另外一队是韩国电信的 KT 的巫师队，他们也会来参加。那么台日韩3个棒球队都是非常有水准的。那么韩国队也曾经拿过韩国的总冠军，所以透过体育交流，我们希望把3个城市的城市交流也透过体育做得更热络。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满足我们桃园球迷的这个看球的欲望。那么这次除了棒球队比赛以外，3个球队的啦啦队也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大家不要错过。那么9月23号开始，就是网络上可以卖票，各位球迷朋友也要抢得先机。我们希望在11月初的时候跟大家在球场见，谢谢。当天记者会也公布，门票自9月23号开始在 iPhone 贩售，票价400元到1200元不等。3队完整参赛名单将在10月中揭晓。桃园市府体育局也将推出桃园市民赠票活动，回馈在地球迷，并优先提供给弱势族群，让更多市民走进球场感受棒球魅力。3支球队也现场致上谢意，认为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并期盼这次的交流赛将作为契机，未来能更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各国棒球文化交流，一起提升亚洲棒球发展。今天2025桃园亚洲职棒交流赛记者会，由衷的感谢由张善政市长领军的桃园市政府的各位，还有日韩球团的代表们，以及在座众多媒体的各位朋友能够齐聚一堂。在此仅代表乐天桃园队向桃园市政府致以最真诚的感谢，感谢在桃园市举办了这场有意义的交流赛。衷心期盼广大球迷朋友能够前往乐天桃园棒球场，为我们送上热情的应援。今天非常感谢桃园市的张市长在本次的台湾的交流赛筹办过程中的砥砺协助。当这3国的球队展开认真的一个较劲的一个比赛时呢，必定会呈现最高水准的一个对决。而且选手们也会全力以赴的这个赢之，我深信必能为大家带来兴奋与感动。这也将成为迈向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一个宝贵对战机会。我们希望透过这次比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韩国的 KT 巫师队，促进各国棒球文化的交流。同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韩国球迷能够前来造访桃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次的交流不仅仅止于一场活动，而是能够延续下去，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交流，进一步推动亚洲棒球的发展。桃园首度举办跨国职棒交流赛，当天在地的桂山国小、新民国中、平镇高中及开南大学等棒球队也一同到场，展现桃园从少棒到职棒的6级完整衔接体系。体育局表示，期盼透过竞技运动的国际交流，凝聚城市向心力，展现文化软实力，邀请所有的球迷朋友进场应援，一同迎接台日韩3强对决的棒球盛会。记者听台报道。高龄91岁，从13岁起就开始种茶的茶师陈土城，至今仍坚持以手工揉捻茶叶，用古法制茶工艺见证南港茶山100年岁月。好这我那就咱揉茶，揉冰，水啊慢啊，然后冰啊
算讲有算讲较有芳的，就是较浓浓的较好吃啊。壮年之际，毅然决定返乡种茶的林书文，则引进有机栽种观念，希望在有包种原乡美名的南港茶山，可以种出高品质的茶叶，让土地活化，也让更多人爱上喝茶。从我阿公的自然农法，到我爸爸的惯性农法，到我自己想要创造个有机农法。刚好由于有机农法的学习，然后就跟我们南港茶叶配合，因为南港茶叶就是包种茶的原乡嘛。所以说我就是用这种包种茶的精神，来创造我们的园区的一切，让土地能够活化，然后让整个我们的那个茶的园区能够有一点真正的想说要怎么样去经营它，然后让它有一点让南港的这个茶叶能够更让人家知道我们南港原乡种的这种包种茶这样子。这是南港茶山之歌纪录片。身为大坑茶山女儿，台北市大坑产业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于淑萍期盼透过影像呈现老茶师的坚持与青壮世代的传承故事，让珍贵且独特的南港茶山历史能够记录保存。在2018的时候，台北市政府有帮淑萍拍了一支台北女儿茶的跟我阿爸宇顺先生的纪录片，所以呢，淑萍有一个心愿，希望也可以在2025年呢，帮南港茶师的这一些茶师们，因为他们也例行性都会在南港茶制厂做值班，那透过这样的纪录片，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认识他们。其实我们最资深的茶师今年已经91岁了，那也有硕士的茶师，像林书文茶师，那也有像铁观音达人。余德根茶师，那也有像这个桂花包种茶达人杨志忠茶师等等的，大家在南港茶山都做很多好喝的包种茶。出席纪录片发表会的台北市采访局副局长王山中，除了肯定协会用影像方式记录茶师与达人的坚持及努力，也强调会持续透过游程安排及举办展售活动等方式，让更多民众接触认识南港包种茶的香脆迷人之处。旧中这一段确实是受到地形的限制，所以不像木栅猫空那边，相对来讲就变成是交通的部分，大车可以上得去。所以因为受到这样一个地形的先天条件限制，那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变成是会透过一些所谓的一些游程的安排，或者是一些活动的一个方式，能够让民众或者是一些小的旅行团，能够到我们的南港旧庄包种茶的制造厂的部分去做，跟这些所谓的茶园的茶师能够交流跟切磋。那当然，相对我们也利用很多的一个展售的情形，包括我们圆山花博农民市集的部分，或者其他的一些展览的部分，包括建国花市的部分，我们都会邀请这些茶师能够去市集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品评跟一些推广。纪录片发表会现场还有品评活动，由专业茶师亲手冲泡，让民众透过嗅觉及味觉体验南港包种茶的独特风味。其中这位年轻茶师庄云琪是于淑萍的女儿，今年才14岁，从小就在茶山长大的她，也分享要当评鉴师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呢，我妈妈是个茶师，然后就说从小跟她一起学，然后或许之后可以考上评鉴师，是一个有一种成就感。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当同样茶种，但是你第一泡跟第二泡就是要分出来它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难，因为你要用舌根跟舌喉去分辨它的茶色。于淑萍表示，南港茶山在春天、冬天有包种茶，夏天则有东方美人，秋天还有桂花乌龙系列。加上南港茶山早期有采矿层及石灰层，也出产很棒的岩茶，无论何时都能喝到好茶。邀请大家到南港茶山，一口一口啜饮载满历史的茶香，品味茶农职人的回甘人生。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两大重要车站招商接连流标，其中凤山车站开发大楼也4度委外招商失利。立委许智杰协同交通局与台铁讨论后，决定将仿日本新干线的做法，在凤山车站设置全国唯一台铁直营便当观光工厂，带头招商。危机就是转机，我们现在也讨论出一个新的方案。日本 JR 新干线，他们是铁路公司自己经营在地车站商场，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初步决定。就是说，这个
我们凤山车站将来要变成台铁便当观光工厂，在所需的工厂跟商店之外，在我们整栋大楼会再做其他的招商的动作，就是由我们台铁公司自己经营。那我想这个是个好消息。那未来跟三井百货公司、跟台铁观光便当观光工厂正好可以互相加成，到三井去，到我们台铁观光便当观光工厂来，到我们这边来也到三井去所以就变成可以互相加成的效果。所以我们也乐见这样一个方案可以在凤山车站实施，变成全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车站。立委强调，危机即是转机。日前台铁便当节举办时，带来满满的人潮与商机。现在台铁想要拷贝一样的模式，在凤山车站设置便当观光工厂一搏，未来是否可行，也引发地方讨论。可以啊，很棒啊，就吸引力可能会比较足一点。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更方便然后就比较多选择，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很显眼这样子啦。特区不错啊，这边很好啊，凤山区来讲说不错啊。这个想法非常好，这个概念非常好，可以促进帮助这个观光旅游。台铁的那个便当观光工厂，对，那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铁道迷啊，或者是大家回忆这个来坐地铁、坐高铁就会有一个便当可以吃的那个，非常的棒。新的尝试啊，或许可以试试看。它是用观光工厂的形态，而不是用一般的那种类似像自助餐那种方式。那这样的模式或许可以经营得起来。如果说就是有增加一些汽车、机车的停车场的话，那或许这个观光工厂就是能够带动火车站这边的人潮。凤山车站招商不利，将来还有日商拉破竞争，设置便当观光工厂后，是否能化竞争为互补，扭转劣势，值得观察。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伫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支援，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要爬快扶梯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没有消毒可
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